大家好，喺6月13號嘅凌晨，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空襲，轟炸伊朗德黑蘭、納斯坦等地嘅核設施同埋軍事基地，震驚全球。伊朗就即刻還擊，發射超過150個彈道導彈同埋多過100架無人機，拉着新一輪中東緊張局勢。飛彈橫飛，國際油價急升，聯合國同埋多國例牌叫雙方克制，但戰火嘅陰霾未散。主流媒體報道咗軍事行動嘅規模，同埋幾個伊朗高層被斬首。喺呢場高科技戰爭嘅背後，有一啲未被廣泛提及嘅故事，揭示人性嘅光輝，仲有既無敵又神秘嘅情報戰。而家分享幾個鮮為人知嘅趣聞，各位可以由唔同角度睇呢場以色列同伊朗嘅衝突。喺伊朗報復以色列嗰一晚，一個喺北部小鎮發生嘅故事喺當地嘅社群瘋傳。一個男人半夜突然間肚痛，急急腳衝咗入廁所，點知喺佢閂埋門嗰一刻，一個伊朗導彈射中佢屋企，客廳同睡房即刻變成瓦礫。呢個男人喺布滿灰塵嘅廁所走出嚟，佢身上只係擦傷少少。佢笑住同當地嘅記者講：好彩我嘅腸胃喺關鍵時刻救我一命。呢個廁所英雄嘅故事喺以色列嘅社交媒體爆紅，網友仲話佢救命硬。喺恐怖嘅戰爭中，命運同埋偶然會俾人一絲希望。呢位男主角仲成為街頭巷尾嘅熱門話題。以色列情報單位叫摩薩德，根據對窩松嘅報道，喺今次嘅襲擊用咗一種新型導彈，小型無人機就更加唔少得，重創伊朗嘅軍事設施。喺社交媒體流傳，話一個摩薩德特工喬裝成為一個喺德黑蘭街市賣生果嘅小販，喺過去幾個月靜靜雞將無人機嘅零件收埋喺啲貨度，然後秘密運送去指定嘅地點。喺空襲當晚，呢啲無人機突然起飛，好精準咁擊中目標，令伊朗嘅防空系統措手不及。據講，呢位特工亦都有同街市嘅街坊討價還價，毫無破綻。夜晚就將情報傳翻去以色列。呢個街市臥底嘅故事當然唔會得到官方證實，但充分展現摩薩德嘅情報滲透的確係神出鬼沒，成部間諜片咁，真係好絕。摩薩德嘅潛伏唔止喺今次嘅伊朗衝突。如果各位記得喺舊年9月黎巴嫩發生嘅 call 機同埋對講機爆炸事件，亦都係佢哋嘅代表作。根據紐約時報同埋路透社嘅報道，幾千個嚟自台灣嘅 call 機喺真主黨成員嘅褲袋突然爆炸，有12個瓜咗，近3000人受傷。第二日到對講機，疑似係日本牌子嘅 A 貨，又引發新一輪爆炸，有25個去見阿拉，600幾個受傷。爆炸甚至波及真主黨黨員嘅葬禮，令當時貝魯特街頭陷入恐慌。據報，摩薩德喺2年前開咗假公司，偽裝成為 call 機供應商，賣俾真主黨嘅係改裝過嘅炸彈機。每部 call 機都植入咗微量炸藥同埋遠程觸發器，然後發出一條假嘅扮係真主黨高層發出嘅加密信息。用戶一撳掣查閱就即刻引爆。一個貝魯特攤販喺事後驚魂未定咁講：我見到隔籬個男人攞部 call 機出嚟，都仲未反應得切，佢隻手就炸到飛甩咗。呢場現代木馬行動重創真主黨嘅通訊網絡，亦都係摩薩德做嘅手腳，同今次伊朗突然起飛嘅無人機如出一轍。摩薩德嘅傳奇故事唔係現代科技暗殺咁簡單。1960年，佢哋喺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執行咗一場震驚世界嘅行動。
佢哋綁架納粹戰犯阿道夫·艾希曼。艾希曼喺二戰期間負責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嘅高官，佢喺戰後潛逃咗去南美。摩薩德特工喬裝成為普通遊客，喺街頭將艾希曼迷暈，然後用假護照將佢偷運返以色列受審。根據 The Guardian 報道，呢場行動有幾十個特工參與，喺冇任何國際支援下完成，顯示摩薩德嘅膽識同埋效率。艾希曼最終被判死刑。呢個故事同今次伊朗衝突嘅街市臥底有異曲同工之妙，都係靠特工低調偽裝同埋精準執行，令摩薩德成為情報界嘅一哥。講返德黑蘭空襲嗰一晚，伊朗嘅網絡雖然俾當局及到實，一班後生仔冒險喺社交媒體分享現場片段。一個網友喺一間 coffee shop 用手機直播窗外嘅爆炸聲同埋火光，直播仲錄到一班年輕人嘆緊波斯茶嘅對話，有人熱烈討論戰爭會唔會改變伊朗嘅未來。有人笑笑口講，如果世界末日真係到，都等我飲完杯茶先。根據 NBC 嘅報道，伊朗嘅年輕人雖然不滿政權嘅言論審查，但面對外敵都會選擇團結。呢個網友喺直播之後俾當局警告，但佢堅持分享對和平嘅渴望。呢段直播雖然被下架，不過亦都反映伊朗人嘅心聲。喺衝突升級之後，伊朗同埋以色列嘅平民成為最大受害者。一個鮮為人知嘅故事發生喺約旦邊境，一架載咗伊朗難民嘅巴士喺逃離戰火嘅時候死咗火，司機同乘客都好絕望。點知有隊以色列醫療救援隊經過，毫不猶豫停車，俾食物同水，仲幫手整車。領隊喺私人日誌咁樣寫：我哋冇問佢哋喺邊度嚟，淨係知道佢哋需要幫手。呢一幕由難民口述傳返去伊朗，成為戰爭中難得嘅人性光芒。喺敵對嘅背景下，除咗互相贈送飛彈，關懷都可以跨越國界。根據6月18號最新嘅報道，伊朗原子能機構聲稱佢哋嘅核設施狀態良好，但外界揣測佢哋可能想淡化損失。有傳聞話摩薩德2個特工喺行動後被伊朗拘捕，但未有官方證實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喺 ABC News 訪問表示，唔排除擊殺哈梅內伊，但阿侵就反對呢個計劃，擔心局勢失控。中法兩國就呼籲停火，但阿侵就好強硬，例如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，咁形勢更加複雜。國際油價因為衝突急升，航運保險嘅成本大幅上升，航運路線亦都受到影響。事態嘅發展顯示，衝突背後嘅情報戰以及地緣政治博弈持續，遠遠超過軍事層面。以色列同伊朗嘅衝突係一場高科技同情報嘅角力。廁所英雄嘅奇蹟逃生，到薩摩德嘅街市臥底，約旦邊境嘅跨國救援，到舊年黎巴嫩嘅科基木馬。雖然中東唔同地域嘅衝突未有緩和嘅跡象，但提醒我哋，伊朗之有今日，好大原因係美國錯誤嘅政策造成。迷失咗幾十年嘅伊朗，前途應該由伊朗國民去決定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喜歡呢個節目，請你訂閱、分享或者用超級感謝支持，多謝收聽。